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不相信他们会输给 Super Junior， 还要跟韩国的比呢。我把他们眼睛都变韩系的这样，又高这样，又壮这样。好，然后唱一首觉得，因为我觉得最近台东很多外国的朋友来所以我们要唱一些比较有国际的感觉的歌曲。但是又不能失去原住民的原来的味道，所以我们决定要唱这首歌，这样跟所有我们要代表台东向世界招手。带来这首歌，也是阿美族的很经典的歌曲，叫《纳鲁湾》。好，我们唱国际的版本国际的。那边纳鲁湾，对，好。纳鲁湾，纳鲁都。水波白，你有一个呀，How are you？ 那鲁湾，那鲁都，那鲁水波白，你有一个呀，Bye thank you， 这样会吗？有听过吗？听得懂我们讲的英文吧？很简单哦，国语课本就有了。来。准备好了，5、6、7。那鲁湾，那鲁都，那鲁水波白，你有银河一样。那鲁湾，那鲁都，那鲁水波白，你有银河一样。Thank you。哦呀那哟咿耶，哦哎呀，哦呀那哟咿哦呀咿。Welcome to 台东。那鲁湾，那鲁都，那鲁水波白，你有一个呀。那鲁湾，那鲁都，那鲁水波白，你有一个呀。哦呀那哟咿，哦哎呀，哦呀那哟。Welcome to 台东。阿鲁湾海洋，阿鲁湾海洋，哦呀那哟咿耶，哦海洋，哦呀那哟咿呀，咿耶呀，哎呀那哟 Welcome to 台东。唱正常的版本了。那鲁湾，那鲁湾都一个呀。那鲁湾，那鲁湾都一个呀。哦呀那哟咿耶，哦哎呀，哦呀那哟。台中，还没结束了，还有啊！你们每次感觉都很像要赶我们下台很好吗？很好，很好，很好嘛，试试看嘛，你们很好啊。好，那个
旁边的摊贩的阿姨叔叔有没有赚很多钱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呢，我们向国际招手呢，好不好？然后我们要促进这边的手工艺品哦，觉得他们做的东西很辛苦这样，然后也希望说有缘分的，你们钱包很有缘的时候就给他买这样，掏出来没有关系，新台币都长得一样，你这边丢出去，台北又可以赚回来，都一样的，颜色不会不一样。好。有机会多来台东玩玩这样，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在玩的过程之中，也可以多了解这边的民情风俗文化，因为这边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然后就当做出国，不要就是我觉得是不要说好像一个过客就这样离开，来了就走了这样子，希望大家放多一点感情，你就会越来越喜欢这块土地了这样。也希望说台东一样一直保持它的美好这样哦，不要乱丢垃圾哦，丢的话你叫旁边的帮你捡这样，这样好了，好不好？大家有道德。